各位兄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6月19。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人的计谋。这个时阵，人无法度忍耐听候上帝的时间甲上帝的作为，因此人常常家己来出手。亚伯兰甲伊的太太撒来就是即种的典型啦吼。因无认为上帝的应允会当成就，所以呢，伊就亚伯拉罕75岁上帝就应允伫到伊99岁，应允还未来成就，所以咱来就想出办法，家己抓做足聪明的做法，煞来将家己年轻的外邦女婢送互丈夫亚伯兰，迄目的敢若一个，就是要生一个囝。但是安尼的人的计谋，还是讲计划，并毋是上帝即种约的计划。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生囝，伊有一个女婢夏甲是埃及人。撒来甲亚伯兰讲：上主互我未生，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测我会当对伊得到一个后生。亚伯兰听趁撒来的话，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甲夏甲互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迄时亚伯兰已经住伫迦南地10年，伊甲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夏甲知家己有身孕，就看见女主人。撒来甲亚伯兰讲：我受委屈，拢是你害，我将我的女婢送互你做某。伊一个知家己有身，就看见我。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对撒来讲：伊是你的女婢，你会当照你的意思来对待伊。撒来就甲伊苦毒，伊就逃走去煞来离开撒来。上主的使者伫旷野的水泉边拄着夏甲，迄个水泉是伫要去所院的路上。上主的使者甲伊讲：撒来的女婢夏甲，你对倒位来，要去倒位？伊讲：我对我的女主人撒来逃走出来。上主的使者对伊讲：你着转去你的女主人遐顺服伊。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我要互你的后代济甲算袂得。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着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伊要亲像野驴伊要攻击人，人嘛要攻击伊。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夏甲称呼迄位对伊讲话的上主叫做看顾的上主。伊讲：我看见上帝，我竟然也活地。所以这个星就叫做比尼拉哈来。这个星伫加德斯甲巴勒的中间，后来夏甲甲亚伯兰生一个后生。亚伯兰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夏甲甲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阵，亚伯兰86岁。咱也有讲到，上帝所想事的是一个应允的囝，毋是出于人的计划以及人的手段所以保罗伫咧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教导的中间，伊就提到着信甲无信袂当共
搭一个脚车。这是咧强调无共款的信仰的人的作为、想法、价值观拢无共款。基督徒应该爱用上帝的旨意做生活的原则，毋通家己去计划。那亲像罗马时期的牛车，是用双牛2只牛来拖这个牛车。无共款的信仰就好，那亲像无共款大细的牛，因做伙拖一台牛车，无法度平衡，无法度同工。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2节，毋通甲未信的人牵连子交叉，公义甲不法的人有甚物甲关联？光明甲黑暗哪会交往？基督甲魔鬼哪会当和好？信甲无信的人有甚物关系？上帝的殿甲偶像哪会当摆做伙？因为咱是永远上帝的殿，照上帝所讲，我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徛起，因中间往来，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主讲，恁着对因中间出去，甲因分离，无证据的毋通接触。安尼我就接纳恁，我要做恁的爸，恁要做我的囝。查某囝全能的主有安讲：亲爱朋友，既然咱得到这的应允，咱得到洁净家己，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垃圾的事，敬畏上主，互生活完全圣化。恁着用宽大的心对待阮，阮毋捌激开人，毋捌害人对立，毋捌骗人。保罗咧提醒基督徒，毋通甲无信的人来讨嫌，更加莫用一般非基督徒的思想来计划咱的生活，因为咱是顺着上帝旨意来活的人。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上主啊，求你显示你的慈爱，照你的应允拯救我，我就通应答凌辱我的人，因为我靠你的话。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嘴抢去，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直到永远。我要自由自在生活，因为我有追求你的律例。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假使，嘛袂直到见效。你的诫命互我喜乐，因为这的诫命是我所喜爱。我尊重佮喜爱你的诫命，我嘛要哪念哪想你的规例。人的计划袂能代替上帝的旨意、计划甲应允。人必须爱学习来听候，耐心并且顺服上帝，才会当蒙恩得救，求主帮赞。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